这吼一开始这种无图案，就是咱庙的讲参考讲要做啥物图案，咱就帮伊构图。咱就是爱甲伊的寸切画落，种等高枝的画高枝成这。一比一的比例吗？嘿，这个哈哩伊遐长，咱就画1/2，画好了后，咱来动空，甲合起了后，用这清新的粉甲色色的透印过去啊。这个边点过来，个色色的一个镜像的对称就对了。这尔啊大间的一间庙，这尔啊侪这梁柱，拢是安尼一点一点动出来的吗？是啊，全部拢是啊，这大张的嘛，这大张的，爱动几工？这阮祖囝咧动啊，我伫工课场画好了后，再转去厝的，因就住厝里动。这免若是一步一步来呢，这是一点一点来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你无咧动袂惯势，你若动惯势了吼，你这个动就足顺手足紧的啊。你安尼迄时阵学偌久，你甲家己出师啊？一般这款的上色这种学到3年就会出师啦。3年。若是要学这无物件，爱画这吼，无一定。你讲画这就无用描图先去甲描出来。嘿，这就是凭你的手感哦。嘿，就要向上安尼。向水来了，向上安尼画。安尼画啊，嘿啊，这就无遐多构图啊，这直接伫景观咧画。我头壳戆啊。直接画天花板，去就是安尼啊。